目前咱国内若是要请外籍看护，就要经过医师的评估，摕到巴氏量表才当来申请。另一有一个民众因为要请外籍看护，却是因为请无这个表，甲医师起卡动手。有专家讲，亲像香港、日本，若是想要请看护，拢唔免这个表，嘛不应该甲请看护的资格完全交予医师来决定。所以就主张爱甲这个表废掉，会当来照顾民众实际的需求。厝内若有40个人想要申请外国籍看护，爱有医师的评估巴氏量表，若做比35分较低才有资格。常常捌造成医病关系紧张。进前3间总病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，原因就是患者的巴氏量表无通过，病患家属动手拍医师。外界伫讨论是毋是爱废除量表鉴定，直接开放民众评估医工。我是觉得不赞成啦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会有些本国人想要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呢，就失去了工作机会。我觉得有需要的就是直接就可以请了，因为用巴氏量表的话很麻烦。长照专家是讲，台湾2025年得要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老年的人口占比也会持续提高，长照需求敢若会增加袂减少。政府不应该把是不是会当找外国籍看护的决定权交予医师。香港、日本这些国家地区嘛无用巴氏量表当作评估医工的标准，是市场机制，所以主张废除量表评鉴。那你不要巴氏量表啊，你只要诊断书就好啦。事实上，诊断书你有所谓的身心障碍手册。什么样的等级的身心障碍手册，什么样的疾病，这些都可以是设定一个诊断书、一个标准去做的事情，没有一定要巴氏量表。因为它牵涉到移工跟长照两边的一个政策的这个议题，所以其实也是需要和劳动部这边一起来去做一个审慎的演绎啦。长照专家是讲，有一寡长照家庭想要带入长照机构，唔但费用真贵，都要去看运气，常常拢等无病床。有一寡是因为找无外国籍看护照顾失能者，家属被迫离开职场，互家庭的经济受影响，到尾煞变做长照悲歌。卫福部是讲，评估移工的条件也需要甲劳动部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